今日係粉絲場最後一集啦，當然要嚟個刺激啲噶啦。今日飛2個紅中啊，你估下我成唔成功？好，碰9筒，叫翻6、9筒。打紅中麻雀最緊要就係叫好快。OK， 扯埋隻紅中過嚟，中3隻。第2鋪起手就2隻紅中啦。想體驗同款紅中麻雀，可以點擊視頻左下角高高麻將，加開麻雀裏面就係同款嘅玩法啦。又摸第3隻紅中喎，不過散牌太多啦，都未叫胡。OK， 碰隻可以拖牌啦，仲係雙拖喎。哇，還有沒有得玩的？好，碰隻7索，咁肯定飛紅中啦，雙拖喎。我當時就諗，只要再俾我入多一對，我再飛1隻紅中。哎，你他娘的還真是個天才！接死你！啊，呼吸得慌。有冇聽到啊？只要我一摸牌，我上家就要剪我，激死我啦！你打我噻！你打我噻！我要是剪到我牌就飛啦！接死你！嘿，吹咩？你剪我唔到，剪我唔到，真係入一對喎！我又想飛多隻啦！哎呦，我的太好了！截他，你快點截他！你截！我的天，打得我可痛！啊！你把我都吃過。哦，出來！打出來了，打出來了！我這小心臟讓你整得撲騰撲騰的。千祈唔好降爆啊！快啲打出嚟啦！好安全，我仲有機會。死啦！6索嚟嘅，點解仲係唔得㗎？好驚啊！好驚啊！好緊張啊！好緊張啊！OK， 碰埋佢，吊詭啦！你哋最後一次機會。你豬腦子，你看不出這有問題嗎？都知道我叫鬼啦，你有乜可能會降啊？OK， 安全落地。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唉，無語啊，真的是大大的無語啊！飛2隻紅中，你俾隻2仔我，算什麼？你話激唔激死我啊 ？OK， 叫胡拖5萬啦。這樣子就不好玩了，我跟你說。你跟住我啊！咁就轉拖2、5筒啦。是這樣子的是吧？你媽的，滾！有病嗎？麻煩了，這老婆。哎，怎麼你會過嚟㗎？招台哥啊？我得了。OK， 7筒自摸，唔飛啦，中9隻。點個關注再走啦。